中国讲咱冷冻水产包装验出 COVID-19 病毒，禁止进口1礼拜。咱农委会、陆委会要求因提出科学证据。加拿大、丹麦两国49党为着北极小岛有威士忌战争，今日达成和平协议，分配1.3公里小岛。台湾侨胞联手对抗中国干扰，帮助宜兰市和美国 Rockville 市结连理签订做美国这个姊妹市。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张伟民，欢迎加入新闻世界通，大讲30分钟，和你正做国际新闻通。新闻一开始来关心到咱的这个中国哦，咱讲禁止咱台湾的这个产品啊，吼，中国国台办今日因为咱的这个白带鱼冷冻包装散布率验出到 COVID-19 核酸阳性哦，咱讲自顶礼拜五开始就暂停接受相关企业进口申报1礼拜。咱农委会甲陆委会就表示讲，中国最近不断使用 COVID-19 病毒做理由影响国际贸易，要求中国你就要提出到完整的科学证据。中国在禁止石斑进口了后，国台办15日在记者会表示，对台湾的冷冻水产品的外包装的样本内底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所以讲早伫7日开始暂停接受进口申报1礼拜。从这个台湾输入的大陆的冰鲜以及这个冷冻水产品的外包装样本中检测出了新冠病毒的核酸阳性那么海关将加大对于台湾输入冷链产品及其外包装的这个新冠这个病毒核酸的检测。虽然马晓光表示无针对特定的品种，不过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官方的网站显示，对一批白带鱼的包装样本内底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不过农委会甲陆委会拢讲，中国应该提出科学的证据。目前科学实证上面来看，并没有发现说病毒它会透过水产品传染给人的相关研究。那中国在近年来，它针对不同的国家，不断的以 COVID-19 为理由，在影响国际贸易。那我方呢，也会透过两岸的相关平台，具体要求中方提供更完整的科学证据。就我们输入的产品就每个国家的包装都差不多，我们从来没用过有新冠病毒。吴秀梅表示，输出品不是食药署来监管的，不过到这阵为止，输入品拢无发现有残留新冠病毒。另外，国台办也伫记者会回应，禁止石斑进口是正常的安全防范的做法，强调科学合理。对此，咱政府已经提出1摆抗议。记者综合报道。同款讲到中国中国最近是宣布台湾海峡主权是因的啦，不如个咱看到行政院长苏贞昌，也是批评中国这无遵守国际规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的这时阵，搁一再讲到会协助台湾自我来防卫，更加批评中国最近以来对台湾所作所为的危险性。中共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军突击旅近日在直升机升空，最近展开日夜飞行训练，伫暗暝隔空飞行演练搜查目标，强调随时做好作战准备。因为两岸情势紧张，中国最近一直讲台湾海峡是内海，互人解读想要有理由武力统治台湾。中国要并吞台湾的野心从不停止，也从不遮掩，而台湾海峡是国际自由航行的水域，绝不是中国的内海。但是美中最近因为台湾议题关系正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0时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阵，互人问起中国武力犯台，美国是不是会出兵防卫台湾？布林肯并无正面回应，暗过声明会协助台湾自我防卫。We've been very clear that our commitment to help Taiwan defend itself continues and will be sustained. We're committed to, as we've said many times. 布林肯也批评中国最近对于台湾的行为有危险性，恐惊会破坏稳定，故以俄乌战争作例，认为中国应该爱注意。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订发布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试行，和强军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引起国际讨论。会不会对未来它运用不管是解放军还是武警，再从事一些可能这个调动军队？那不管是说它是用镇压为名还是维稳为名来做军队的调动，会更加的名正言顺。针对外界关心中国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把台湾海峡当作内海议题，是中国为着武力统一台湾做准备。林英又是讲，纲要现阶段甲台湾关联性较少，中共20代要伫下半年举行，中国这做法是维护习近平的政权意思。记
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做回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首先看到日本产经新闻，伊讲到全球股市资金因过拢加强伫咧科技股顶面哦，即阵因为咱讲粮食危机，资金拢流向能源和农业顶面。另外看到韩国朝鲜日报，伊讲到韩国天团 BTS 透过日报讲活动拢要来暂停，因讲到韩国流行文化 K-pop 系统无互因变较成熟。另外讲到这个 Times 讲到这个英国送难民到非洲 Rwanda 被批评是难民外包，欧洲人权反应赶紧阻挡哦。另外看到 New York Times 讲到美国总统拜登为了要解决通货膨胀，暗算对中国要来大降关税。另外看到 Washington Post 讲到，伫咧美国 Nevada、South Carolina 这个进行初选，这个结果会当看作是 Trump 对共和党是不是继续有影响力的衡量标准。再来，大家来看到英国政府打算要将非法入境的这个外国人送去非洲的 Rwanda， 不预告这个计划受到欧洲人权反应的这阻挡。本地的昨暗呢有一台载7个偷渡客包机已经准备要起飞了，后来停伫咧停机坪，但11点钟后来包机只好来取消。英国政府马上批评是难民外包。这只停伫咧英格兰西南部空军机场的波音767型客机，原本按算伫咧14暗时啊，会载130个寻求庇护失败的人飞往非洲卢安达首都基加利安迪。不过，伫咧人道团体甲律师以健康或者是人权做理由，真正是向伦敦法院提起诉讼了后，人数是减到敢若剩7个人。最后，搁伫咧欧洲人权法院以回应机场一个伊拉克庇护申请人人身安全可能有问题，还佫有庇护申请的程序无完成做理由，裁定英国政府这项酷离的行动，应该要等英国法院7月份就政策的合法性做出上尾判决了后，再来执行。针对这点，内政大臣巴特尔透过声明表达失望，不过讲袂去有惊到，会随开始准备后一帮遣送偷渡者出境的工课。首相强生迄天伫咧内阁会议就指出，早就料到会有一场落长司法的战争挨拍。My message to everybody today is that we are not going to be in any way deterred or abashed by some of the criticism that is being directed upon this policy, some of it from slightly unexpected quarters. We are going to get on and deliver. And the 强生政府以1亿2千万英镑甲卢安达签订的非法移民安置计划，去外界笑讲是难民外包。消息一个公开，就去在野党、主权团体、教会领袖骂架，批评讲安尼做无人道。联合国内面总署的官员甚至用灾难来形容，因为英格兰教会2个高层的神职人员，还有23个主教，是公开谴责这是互英国未见证无道德的政策。另一个拜六礼拜有报道讲，王储查尔斯伫私底下向女王伊丽莎白2世表示，政府这套政策实在是互人惊一跳。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另外来关心非洲东北部国家南苏丹，即阵是面对历史上上界严重的粮食危机。咱讲到，因为国内冲突、大水疫情、佮罗西亚战争、乌克兰战争等等这个因素，1200万人口内底，估计有2/3的人是枵巴肚。无比佮兼认为，今年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佮因为经费无够，扑掉1/3的粮食援助。非洲内陆的国家南苏丹，当面临自2011年建国以来上界严重粮食欠缺的问题。14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驻南苏丹代理首席代表甲记者表示，估计有超过2/3，差不多830万的南苏丹人当面临饥荒。不过，即马 WPF 却因为欠缺经费，敢来当提供部分的人食饱尔。We had planned to provide food assistance to 6.2 million people this year. But faced with increasing humanitarian needs and insufficient funding, we have taken the painful step to suspend food assistance to 1.7 million people. 南苏丹饥荒的问题，原因是有真侪方面，不过国内敌对势力一直有冲突，人民有路无厝，气候变迁致使连续3年做大水，无法度种植。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经济问题是真严重，还有今年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引起全球粮食的危机等等，拢致使这个问题恶化。互人更加烦恼的是，接续6月份至8月份是欠收的季节，真侪家庭欠的粮食若是食了，恐惊就会爆发饥荒。We are already in a crisis, but we need to restore food assistance in areas where we have suspended to prevent people from falling into starvation and famine. To do so, we urgently require
$426 million for the next 6 months to cover the needs for the next 6 months. WFP 呼吁各界会当重视南苏丹当地发生的人道危机，希望会当提供因资金来帮助这几百万的性命会当食好饱。国际新闻王雅峰编译。世界刷落街，带大家做回来看这个北极小岛，这是加拿大、Denmark 之间有一场无人岛的威士忌这个战争 ，whisky 的战争。这个岛敢若是1.3平方公里尔尔，因为双方为着要抢这个岛屿，亲像 Denmark 2002年安尼插旗，并且留高酒 whisky 来宣示主权。另外看到因15个时阵是透过外交协商签约分配这个小岛，但美外交部长就讲，这是透过规则和平要来解决长期的这个争议。加拿大外长伊是讲哦，这是上好的，咱讲战争内底上友好的一届啦吼。啊，对比罗西亚入侵乌克兰这个行为，加拿大和丹麦真正是和平的典范，两国正式结束49天的纷纷扰扰。加拿大外长赵美兰加丹麦外长库福特15伫加拿大渥太华签署协议，正式解决汉属岛49年领土争论，双方同意分割主权公符。最后一届交换加拿大威士忌酒加丹麦杜松子酒，建立法治外交解决问题的模范。I think it was the friendliest of all wars. We need to keep the Arctic a low-tension region. It is really important to do so. It's our collective security that is at stake. So by doing this, Canada and Denmark and Greenland are also sending a clear message to other Arctic states. Not least the Arctic world, that things can be resolved peacefully where everybody can win. 引起两国主权争论的汉属岛是伫北冰洋、格陵兰加加拿大努纳武特中央的海峡，这是1.3平方公里无人大的岩石岛，无经济价值。1973年，丹麦加加拿大划分海洋界线，对汉属岛无共识，则无处理。1984年，丹麦外交大臣伫岛上徛国旗，然后丹麦的杜松子酒，自此起两国互相烧钱上岛，甲对方国旗换做家己国旗，阁留国产的旧酒。竞争主权的战争，这种无用战争化解领土纠纷。加拿大甲欧洲即马有第一条陆地边界。赵美兰军声笑讲，加拿大歌手肯定会参加后一届欧洲歌唱比赛。不过更加重要的是，伫全球安全遭受威胁的时阵，向世人宣告尊重民主法治，共同合作，这是解决所有问题上好的解方。It sends a message to the world and also including President Putin that when there are things that you're disputing over, you have to make the resolution based on international law, not by the law of force. 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头拄咱看到 whisky 战争，即阵来看 whisky 的这个外交，咱讲到2019年的7月，咱的台湾宜兰市和 Rockville 市哦，正式来签订做姊妹市。迄时阵的宜兰市就将宜兰在地 whisky 送予美国 Rockville 市，啊，这个城市咧，因为晚近美国政治中心 Washington D.C. 敢若30分钟的这个车程，这台湾侨胞拢定期伫咧钓，叫这个小台北，这个是好名号啦吼。不是个差一点啊，都被中国抢做姊妹市的这个野啦吼。对下面的脚步做回到到美国 Rockville 市。经济街路，这是距离美国首都 Washington D.C. 22公里远的 Rockville。里边的交通系统，和真侪人选择乘刷来到这个所在。差不多30分钟的时间，咱就坐这条 subway 哦，来到 Rockville 这个小城市。有人讲伊或者是小台北，咱来看讲小台北到底是什么款的情形？因为厝价比 D.C. 较俗，生活品质嘛袂歹。这台湾侨胞直接徛起，开始有小台北的名号。Mango ice smoothie, please with boba. That's it for me, and then cheese. 珍珠奶茶原料台湾特产，唔但满足台北人口味，连土生土长美国人嘛爱一味。捌伫台视台语言中心学华语的美国学生，看到这个台湾味，嘛怀念噶。我都喜欢，我喜欢的那个台湾的那个甜点，我喜欢甜点，我觉得好吃。来足久啊，30年啊呢。想要甲台湾味留互遮的人。是啊，这是啊。对台湾来美国，即嘛是足希望讲吼，甲咱台湾味继续传到第二代，也是讲大家爱食吼，把这个台湾的口味传出去。珍珠奶茶通好做食室外交。
即阵台美人佫改变出一个节日活动，珍珠领地日，正足和美国当地社会结成佫较密的国民外交。Of making Yilan, Taiwan, a sister city of the city of Rockville, please raise your hand. It is unanimous. Thank you. 两市友谊的双手早就已经牵好势，却拄到疫情来扰乱。2019年 ，Rockville 市和咱宜兰市签订做姊妹市。虽然因为疫情这个影响，有一段时间是较停止的，但是咱讲到在美国疫情上严重的时阵，咱宜兰有咱台湾的物资拢伫遮来分。虽讲拄到疫情，不是个正正见证两市的情谊。论真讲起来，宜兰市和 Rockville 要牵手做姊妹市，也有另外一段故事。中方因都是真侪施压，所以这施压都是迄渗透的，互人感觉讲哇，他不是敢若讲明争不是讲甲你冻掉的，私底下小动作真侪。因为险都互中国另外一个城市抢去，是咱当地台湾侨胞斗出力，两市才有法度结连理。咱遮的乡亲台美人，咱大家拢足团结的，足认真，佫足有爱心的，做咱的第一前线去帮助，甲咱台湾 promote。新竹文化路手并城市外交，大桥即阵上大愿望，就是进一步推升台湾美国各甲国之间正常的交往关系。记者陈伟民，美国 Rockville 市采访报道。所以咱讲到这个药啊，真正袂通黑白买，唔通黑白食啦吼。尤其咱看到讲美国社群媒体这个 Snapchat 过去不断有发生有人利用这个平台卖假的止痛药啊，互消费者咧是食药啊过量死亡。最近这个死者的家属都来到企业的这个门口示威抗议，要求采取行动，阻止同款的悲剧过来发生。家属手提往生者在生的相片，这受害者的亲人要去社群软体 Snapchat 公司示威抗议，要求因爱采取行动，解决这恶心的人利用社群软体来卖假药啊，导致消费者死亡的问题。My son was up in his room during Super Bowl Sunday, and we all thought everyone was safe ensconced at home. And we walked in about an hour after feeding him lunch and found him dead on the floor. 根据外国媒体报道，2021年美国有107000个案例，因为食药啊过量来死亡，其中有7成死亡的原因是类阿片的药啊芬太尼中毒引起的，这嘛是18岁至45岁美国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受害者的家属表示，有一寡唔正人透过社群网站 Snapchat 联络死者，甲死者推销各种的止痛药啊，也佮趁因兜的人咧困的时阵，甲药啊送去伊的手头。这种犯罪手路伫过去一直咧发生，致使真侪少年族群大安尼行去。They're the new mass murderers, and how do these kids get this? Millions of fake pills that have been shipped into the United States from Mexico. How do they get them? It's going to be through social media. Social media is going to make Big Pharma look like nothing. 就算 Snapchat 企业的发言人表示，因一直有利用先进的技术，主动检测过滤，甲非法卖药的人删除，嘛有主动使用的人敲碎危险的药等等相关的字。不过消费者的家属指控讲，这措施根本就无作用，因为这无天量卖药的人会利用表情符号甲暗号来闪过这措施。也若非法药物受害者的团体是要求要修正1996年制定的网络相关的法律，爱互社群网站的公司对使用者伫咧因的平台发生的代志来负责。公司新闻陈思栋编译。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咱讲全球有几啊大这个古文明哦，即阵来看到来自外星人这个古文明，伫咧中国四川的三星堆遗址，这个祭祀坑咧，最近有真济真罕得看到的这个文物来出土，包含亲像乌龟的网格型的月光宝盒等等，先做伙来看。考古人员正细致检查，佮慢慢将文物吊起来。中国四川出名的三星堆遗址，这2天公布重大发现。考古人员伫祭祀坑先出土差不多13000件文物，其中包括头一遍发现的形真像龟壳网格的月光宝盒仔，也佮有蛇身铜人像青铜凤爪、金面扎的铜头像，另外也佮有甲纸同款薄的青铜片，接近于黑狮子一样的薄度。对，非常薄的一个器物，这也是我们祖先这个工艺非常精美的一个见证。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礼拜二指出，新出土文物甲中国其他地区的文化有密切牵连，显示3000堆遗址所属的古蜀文明属有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学界也证实，3号至8号祭祀坑年代是上代晚期，而即嘛差不多3200年至3000年。1929年，一个民众无意中发现3000堆遗址，引起中外学界注意。互人当作是20世纪上界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1986年，中国学者开始进行大规模考古工作，到即嘛已经出土青铜器、玉器、金器、灰仔类等5万多件文物，其中人较知影的就是青铜器人头，因为面貌真奇怪，无亲像汉族文化，互人讲是外星文明。去年考古学家伫3000堆遗址挖出真大面的金面具，也引起袂少话题。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过来带大家做伙来看讲哦，已经过啦吼，有将人体多样合成 deepfake 这种技术，或者亲伪造技术吼，捌互人用作是无合法的这个用途。不而过咧，其实这项科技哦，也通用来做正办的代志。亲像英国都应用这个科技 deepfake 做成动态广告的看板来找失踪人口。伫伦敦大路这北大北的广告看板顶悬，一个少女微微啊笑，伫看来来去去的过路人。虽然外口看到乌阴搁落雨，不过也是有人停落来注意看看板的内容。We stood there for over an hour. At least 80% of people looked up, and that's all you could ask for. 看板顶悬的少女是克莱尔查某囝，伫2019年19岁的时阵，伊向强来失踪，厝内的人找伊3年外，都是无消无息。后来因决定用 deepfake 技术来做找人的广告，希望得到更较侪人的关注。We might only get a second or two to kind of capture someone's attention and get them orientated towards our message. So making them more active rather than passive is going to be really important. 这个利用人工智慧找人的广告，毋但是用动态影像来取代传统的相片，嘛甲失踪这2字改做是翕神。顶悬还佫有附 QR code， 会当连接网站，显示迄当阵失踪地点的地图，还佫有个人的资料。看到广告顶悬会震动的画面，克莱尔感觉因查某囝哪像已经倒来到伊分尸边，心内是真激动。这种用新科技合成的动态影像，嘛佫较会当打动过路人的心。When we think these digital screens using this basic human psychology, somebody smiling at you, somebody looking out for you, imploring you to help is going to make a difference. 英国每一年有7万的囡仔，就做是失踪人口。虽然大部分的人伫48点钟内就会找到，不过有一寡家长都是等无囡仔会当平安倒转来。即卖用 deepfake 的技术来做找人的广告，互家长感觉还佫有希望。专家嘛认为讲，这比传统的广告佫较有效果。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我是阿明詹伟民，新闻世界通，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